多名立法會議員要求曾蔭權為接受富豪款待以及外訪住宿過於豪華問責下台，但係曾蔭權表明會留任至到最後一刻。梁卓琪報導。最後一次答問大會迎接曾蔭權嘅係一群示威者。無恥嘅！議會內有議員要求佢辭職，同將外訪用多咗嘅開支交翻俾庫房。有陣時好似想喊又喊唔出嘅樣，咁樣就表示咗歉意。市民話俾我哋聽係唔足夠嘅。你頭先話香港嘅聲譽喺國際上一路升，好多人覺得你令香港蒙羞。譬如你喺倫敦咁，我哋成日都係選用同一間同香港有關聯嘅酒店，都係用嗰間酒店。所用嘅房間97年同97年後都係同一樣嘅一個等級。我哋好希望呢一個改組嘅安排能夠喺7月之前完成。仲有其他咁緊要嘅，好似呢一個我哋賣新樓規管嘅計劃，呢都係香港市民民生重要嘅嘢嘅。我一定要爭分奪秒喺剩餘呢16天之內完成呢啲工序。我不能夠離開我自己嘅崗位，唔能夠對香港市民唔住。佢話清楚聽到社會對自己嘅批評，經常反省點樣做好呢份工。凄涼嘅時刻，呢3個月嚟，差唔多日日都見到，日日都聽到。但係我覺得從中之中，我都不斷咁學習，亦都俾我機會去反思。自從嗰次之後，我都停止吹口哨。自從去咗澳門之後，以後我都唔會同所謂有錢佬就去澳門，亦都咧盡量咧唔會係坐私人嘅遊艇，亦都唔會坐人哋嘅飛機。所以我諗每一事咧做一事長一智。佢相信梁振英敏感度高，唔會出現類似嘅情況。Now 4 News 記者梁卓琪報導。